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6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要写册这个中国独裁问题，出版社北基文化因的总编辑复查，和中国抓去调查，伊的某囝嘛受到警告。桃园机场接到通报，讲一只为北京飞来中国国际航空的航班顶面有藏炸弹，好佳在无真正找到炸弹。有民众伫网络卖已经验出阳性的武汉肺炎快筛剂，而且有8个人，有9个人被欺骗防疫保险金，拢总骗到88万元。新闻头起先来看，伫台湾要写册这个新疆问题和中国独裁问题，出版社北基文化因的总编辑复查3月时阵去中国探亲，煞失联。中国国台办今仔日有证实这个消息，伊讲这个复查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互因抓去调查，佮强调这是要严罚台独势力。陆委会嘛证实讲，复查的亲人有受到警告，中国安尼做就是咧打压台湾。两化经济紧张，图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北基文化总编辑复查3月到中国探亲了后失去联络，团署伫上海和中共国安单位秘密抓起来。中国国台办26证实，复查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暂时接受调查。另外，社运人士杨智嫣相关互抓起来，陆委会呼吁中共赶紧释放杨智嫣。不过，国台办强调是对严厉顶处台独分裂势力的警示。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台独分裂分子刑事责任，是进一步敲响严惩台独分裂势力的警钟。任何以身试法者都难逃国家法律的制裁。复查本名李彦豪，1971年伫辽宁省出世，有中文博士学位，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结婚了后搬来台湾住。2009年伫台湾成立北基文化出版社。2013年领取中华民国居留证。对复查互抓起这件代志，国安局研判北基要出版专册，涉及新疆的问题，中共独裁，当着中共敏感的神经。陆委会证实，伊厝内底人拢互警告。作为区台3警示，杨智嫣复查连续互抓起来，显示中共长手过管教台湾，目的是打压台湾。他现在已经长臂管辖到台湾来了，像一个是在台湾过去从事政治活动，一个是在台湾从事出版，那新闻这个在台湾基本上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基本的。其实他们都不是什么指标性人物嘛，对不对？哈，对。那我想，所以呢，这个显然是有恐吓的味道在这里面。他绝对不敢在台湾成立一个什么警政服务站，但是同样的模式。中国在全世界开始监控在海外的华人，你们在大陆有事业哦，要小心哦。那这个东西才是国安局要处理的事情。有在处理，有吧？哈，有。好，那办几个案子出来吧，好不好？好。另外，中共伫海外建立912警察站，监控中国侨民，是毋是伫台湾有相关的组织监控，也是威胁。国安局无排除渗透台湾的可能性，因为运作方式无同，若是有引诱加组织动员，有事情就移送检调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除了对咱军事威胁以外，嘛利用网络科技扩大认知作战。国安局长蔡明元就表示，中国可能透过因家己咧开发的 ChatGPT 来操作假资讯，影响咱明年的大选。中共一直对台湾文攻武吓，毋若制造台海特别战争气氛，佮讲美国放弃台湾。国安局最新报告指出，中共加强政策项威胁，透过军事侵扰、嘛综合无人机、空飘气球、民兵渔船等，又佮引进新科技、新手法，强化认知作战。中国开发家己的 ChatGPT， 国安局密切评估是毋是用伫散布假消息。那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中国有没有透过一些军事或经济胁迫的手段，来对台湾进行外部环境的一个施压？那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中国有没有透过刚刚所提到的假讯息或认知作战的操作，来影响台湾民众在政治上的一个偏好，甚至去影响我们民主选举的结果。另外，台湾强化甲国际的情报交流，五眼联盟是由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国甲美国组成。国民党立委陈奕迅指出，国安局最近大幅度换新电脑设备，甲国外情报机构设备正共，是毋是代表台湾已经甲国际达成合作？蔡明元证实，目前甲五眼联盟会当进行即时情报交换。这些新的设备里面啊，跟五眼联盟的这个所使用的这个情报的电脑系统，如果未来要进行情报的对接，尤其是这种即时性的情报的时候，是可以对接得上的。有保密性的，对，我们会透过保密性的系统。那现在我们跟他们有没有实际进行情报的交换？有，都有。也是即时性的吗？也有即时性。
台海呢发生战争，前空军参谋官邱世卿事件，台北新竹恐然是台湾上危险的所在。蔡明安回应，安怎吓惊阻止战争的发生是防卫政策上界优先的考虑。国安团队嘛针对无共场景做好演练。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白宫的前国安顾问波顿今仔日是来到台湾，伊是可能伫明年拼美国总统大选的人选当中头一个。针对台海议题，波顿嘛发声讲，美国、南韩、日本和台湾应该成立保卫小组来应对中国的威胁。另外，伫今仔日，咱国军有公开汉光39号演习的规划，按算伫7月进行实际演练。对镜头下手，美国白宫前国安顾问波顿26日投到台湾访问，因为波顿已经表明争取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也是美国大选头一位访问台湾想要参选的人。波顿是出名强硬反中派，友台立场正明。访台前，伊伫首尔一场安全论坛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应该当作对南韩的威胁，希望南韩、日本、美国、台湾应该组成集体自卫小组。当然，我们也很乐意看到理念相同的国家跟台湾在这个防卫上能够互相的合作能够来遏制这个威权的胁迫。波顿一定会伫29世界台湾人大会，也甲5月7日的法拍40周年庆祝晚会发表演讲，会甲总统蔡英文共台。即马台海局势各界的关心，国防部公布汉光39号演习，5月进行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7月进行实兵演练。演习的重点包含精进舰的保存，强化海上侦察甲护航能力，并在制空跟地面火力的资源掩护之下，对敌的制海编队还有2栖船团实施重层的打击跟饱和攻击。那是是不是演练美日支援科目，还是邀请美军人员参与？国防部表示，有关计划如期进行，细节无对外说明。国军第2作战区日人嘛实施战备周任务训练，重点伫战车、驾车装备的战力防护演练。官兵阁利用在地熟悉地形这个优势，收宽各车指挥所顶站级，就地实施稳装变装，其中就有驾车藏伫市场单位，则佫较一般的磅礴，也有藏伫宫庙、工厂、也甲树林这个所在，显示战力防护已经是演训重要的一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桃园机场接到通报，讲一只为北京飞来的中国国际航空的航班顶面有藏炸弹。桃园机场随报案去调查，好在再无真正找到炸弹。警方嘛，正咧追查这个放消息的来源。日早起11点，桃机公司接到通报，一台由北京飞桃园的中国国际航空航班 CA185，好亲像有爆裂物。桃机公司唔敢大意，紧急向航警局报案，请航班停伫接驳机坪，当时关南跑道，为了确保安全，用2台电工机开机测试，请旅客落飞机安检。如果会出事，好像也来不及了，对啊，应该还好啦，对啊，是，只是算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听说是什么机上有爆裂物，是，我们还好，大家在机上还是很耐心的等待，是，没有什么抗议。根据了解，这台航班拢总有103旅客15个机组员，不过机顶旅客拢唔知有爆裂物的消息。好在机顶特殊良好。安检大队防务员也甲刑警大队搜证人员进飞机执行航机清仓安检，经过检查了后，无发现有爆裂物。只是国内最近交通运输一直传讲有炸弹恐吓，先是代替第24早起11点接到基隆车站，互人放8粒炸弹。同一天下晡代替高雄往台北列车传出有3粒炸弹。25早起10点代替地下停车场的轿车，佫讲有炸弹。佫加今日中国航班传出有爆裂物，已经连3天拢有炸弹恐吓的代志。最近好像很多单位都有接到类似，像之前的铁路啦、捷运啊，都有接到类似的一个恐吓的一个讯件。那但是这些信件经过查证之后，都属于有一些乌龙或者是刻意在扰乱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目前我们发生任何接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最严谨的一个态度去做处理。互人恐吓的中国国际航班伫完成所有安检了后，晚3点外钟，一直到下晡4点外，才互旅客上飞机执行回程的航班，为桃园机场飞转去北京的任务。民航局是讲，无论是毋是真正有爆裂物，只要接到通报，机场航警局甲民航局拢会谨慎对待，确保飞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前总统陈水扁一家伙仔牵涉到国务机要费的案，经二审依照洗钱罪，原地甲陈水扁的牵手吴淑珍判2档的刑期。今仔日互最高法院发回警审，不过因的后生陈志忠今仔日上诉互最高法院驳回，确定要再加1档。现任高雄市议员的陈志忠已经做到第3任。2011年，捌因为贵政案，互人判刑3个月，佮解除议员的职务。伫去年才连任的议员陈志忠，但因为这洗钱案，佮去再加1档，议员的身份嘛会佮再互人解除。佮来看前国民党立委颜宽恒，进前伫台中沙那个厝涉嫌窃占国土，即马互检方佮查到，颜宽恒涉嫌用人头助理骗助理费。台中地检署今仔日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佮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佮颜宽恒起诉。系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2款之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罪。刑法第214条之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以及刑法第320条第2项之窃占罪。检方查出颜宽恒伫咧做立委的时，涉嫌以人头助理骗助理费，也有奖金，拢总有108万。伊阁摕这条钱来买车、请保全甲使用人等等，所以即马按照贪污治罪条例和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甲颜宽恒起诉。伊的牵手和小弟嘛拢互检方起诉。不过颜宽恒是强调家己无罪，佮指控伊受到政治迫害。再来看中华的联华食品厂藏火烧，造成7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经过火调研判，可能是煮物件的机器引起的火灾。另外，毋但这间工厂互人查到去年无做公安检查的申报，伫中立的厂区嘛，互人发现防爆设备无够，拢爱罚钱。这嘛，互劳动部决定要伫咧5月中全面检查食品厂。现场用风速线围起来，调查人员26早起中华联华食品彰化厂继续来采检甲勘查，初步研判2楼的调理区油炸机导火造成灾害，消防人员是拢在里边啊。我们目前还是在调查当中，我们配合主管机关全力配合。厂长讲，配合主管机关全力配合，因为检方嘛要查是毋是有人为的疏失，是毋是因误来通报。这场大火已经造成7人死亡，15人受伤，甚至有人也未脱离险境。死者家属也直接指出，消防设备不足。所有的公司都能把这个消防的东西做到最彻底，固定就是说引导他们说，如果真的万一要怎么对。阮公司迄大间消防署做咱袂，啊不，伊迄度被逃生门真少。大哥是提醒联华食品彰化厂方断水断电以外，天然气供应也拢终止，甚至也未查出去年无做建物公安的检查申报，会依照建筑法来开发。去年的部分我们查联华并没有申报的一个记录，可以裁处6万到30万的一个罚款。除了彰化厂区出问题，中立厂也和桃园市府检查出发现一化石油作业区防爆设备不足，会罚10万，要求限期来改善。联华食品一再标出违规的情形，以近5年来统计，全台5个厂区落检103场厝，违反91项厝，尤其是接案卫生相关人员实力不足是占上多，罚款863万块。第7摆火灾结了后，劳动部也下令5月中开始，别对国内食品厂全面来进行落检。违规的太阳的话，它主要是检查这一块，还有它的一个危害化学品的一个标示不足。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场一个环境的一个堆置、物料堆置这一块，当然是我们主要经常看到的。落检的对象会锁定航胖、炊煮甲食品制造业，企业规模50人以上，初步规划全台有190间。重点的项目包含现场火灾有防食材、坑地贴道等等，即要有违规，依照轻重相关开罚3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大理区有一间国小，今仔日被指控有一个老师，甲学生拍甲规身躯全伤，佮不准学生讲出去。校方今仔日是已经紧急展开调查，先甲这个老师调离开教学职务。大校长嘛已经去报案，坚持要提告。等于颔棍的尿痕含大腿的乌青，读台中大理区一间公立国小6年，一个姓林的弟弟，含家长是做伙出面指控讲，伫25早起，教自然科细红的老师因为检讨考卷无欢喜，
斩刀啊，互细林的弟弟跋倒，佮掠伊领互去弄病，造成伊头面、颔棍含正大腿，佮有倒手拢受伤，事后佮互恐吓。拉着我衣领就去撞头，然后撞完，老师又说这件事先当没有这一件事，逼我说不要把这件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的话，到了国中他会跟我国中的老师叫他逼死我。但他现在非常害怕，因为他知道他明后天如果去学校还有自然课会遇到那老师，他也会怕说老师会不会私下找他麻烦。细汉的老师日时是捌伫 IG 发文，用华语的混蛋混笑去叫学生，而且佫讲伊要动手，佫讲明仔载就知啊，这拢互共班的家长记录。学校是讲有掌握信息，嘛有警告这个老师，无想到嘛是发生这个代志。目前已经召开后事会议，成立调查小组，而且甲细汉的老师调离开，即嘛袂当教课。其实这部分我们在昨天一早就有收到同仁的给我们提供的讯息了，那我一早也立刻。在开完晨会之后，立刻赶快跟老师说：“老师，这个样子是不适合的。”那没想到后来还有后续的状况，我们有在跟老师在做确认啊，他是说有拉的动作。教育局已经要求学校在今天召开校事会议，研议展开进一步调查。人本基金会讲，这个老师事先就想要来施行暴力，不是单纯的体罚，而是管教不当，应该随个西头路接受调查。老师这种施暴的行为，而且还事先预告，表示他事先有预谋。那这个也呈现出老师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因为他现在呢是用暴力的方式对待孩子，这已经不是体罚了。好，所以我想应该要立即停聘这个老师，并且呢接受调查。学生的家长已经去警察局报案，对细汉的老师提告伤害、恐吓、违反儿少权法。学校嘛强调，已经对共班的学生开始心理辅导，会继续和家长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网络卖已经验出阳性的武汉肺炎快筛剂，一份卖1000块，而且检警追查发现有9个人去甲买阳性的快筛剂骗防疫保险金，拢总骗到88万块。今年的2月间以及4月间，陆续的查获黄姓民众等11人涉嫌使用他人阳性确诊的这个快筛盘。来向国内多家的保险公司来诈领防疫保险金，经过清查之后，总共诈领的金额有新台币88万元左右。警方查出伫网络卖阳性快筛剂是2个高中生，拢总有9个人去甲因买来骗防疫保险金，其中有3个人甚至是保险员，拢总互检警送办。警方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想要趁这条钱，就来违法骗保险金。前几日国宝艺术朱明，那像是因为长期破病行地路，就国民党的立委要求爱重新考虑合法安乐死。不过，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目前已经有法规会当保障病人选择安宁疗养的权益。医师工会嘛认为，安乐死等于是协助自杀，违反因的道德伦理，可能真罕得有医师会愿意做。国宝级艺术家朱明几工前因为破病真久，也是伫厝自杀，震惊社会，也互安乐死的议题搁再碰上台面。国民党立委温玉霞讲，近年来有超过上百件的长期照护的悲剧，要求卫福部重新考虑，互安乐死合法化。你敢有支持这个安乐死这个问题？重点就是讲，伊爱借别人的手来处理这项代志，借这别人的手真济吼，就是落在医疗人员的身上。施瑞元讲，即阵国内已经有病人自主权利法，也有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会使减轻也是免除病人每期的生理甲心理上的痛苦，也能保障伊现种的权益。李医师工会3年会也认为，安乐死是协助病人自杀，这甲医学伦理是相违背，可能只有真少数医师愿意去执行这项业务。如果真的通过了这个法案，那你真的要请医师来执行，医师还不一定会去。应该也有一个拒绝的权利啦，因为像你如果说叫我来结束这个生命，说实在我们真的于心不忍。另一名体育主播傅达林，老的时阵因为腰手感真痛苦，伫2018年6月在婚姻机构随时进行安乐死，享受85岁。傅达林的后生傅振豪近年来积极倡议尊严现状法，希望每期的病人莫甲伊老爸同款忍受痛苦，用有尊严来离开人世间。吗啡原本
一天可能喝半瓶，后面到一天可能要喝3、4瓶，都没有办法处理止痛。这是我父亲接受到的安宁缓和治疗。苏士元强调，安乐死最后这份工作会落伫个医师身上，也佫包含世界医师会 WMA 拢要求医师莫去参加加工的自杀。若是有政府来启动安乐死相关的讨论，恐惊引起学界冲突，这种社会也真难有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新加坡有一个查甫人，因为走私1公斤的大麻，面临着死刑。虽然该定罪证据，也佫有真侪争议，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嘛有出面来阻挡这件死刑。不过，新加坡也是伫个2日，甲这个死刑犯处决。这日沙提侦证书是无放弃上尾的这个时阵，希望法官会当定判，要执行因弟弟的死刑。新加坡46岁查甫人谭加拉朱，2017年因为煽动参加运动红定罪，伊方指控讲身躯顶有1017.9克的大麻，是新加坡规定会当判死刑这个量的2倍。谭加拉朱2018年是方判死刑，上诉了后，法院嘛是维持死刑的判决。虽然伫这进程，包括伫个联合国做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英国好野人布兰森和全国当地的人权团体，拢以欠直接证据呼吁停止执行死刑。但2日透早，谭加拉朱已经伫个将伊监狱，封处吊倒刑死亡。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responded to the undeniable evidence and science about cannabis and harm reduction, moving decisively towards decriminalization, leg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plant and its uses, it should outrage all Singaporeans to witness the grave injustices. Not life! End racism! Not life! 亚洲的金融中心新加坡有世界上严格的贩毒法规，因有缘坚持死刑，才是阻止贩毒上有效的手段。目前全世界真侪国家已经把大麻都罪化，包括伫个新加坡隔壁的泰国。人权团体嘛继续对新加坡来施压，呼吁因较紧来废除死刑。新加坡伫2022年已经对11个死刑犯来执行死刑。谭加拉朱是去年以来第12个方执行死刑的死刑犯。新加坡2022年嘛发生一件争议正大的死刑案件，一个心智欠缺34岁马来西亚的查甫人纳加德兰，2009年方查到伊炸毒品去新加坡，2010年方判死刑，伊上诉真侪摆拢败诉。双方经过真侪摆司法战了后，死刑延到2022年的4月执行，互国际是强烈批评。公司新闻新闻配编译。有真侪拉丁美洲的移民调伫咧墨西哥的边境进退两难，因为着无爱互人赶出境，即马甚至动用甲喙舔起来这种酷刑的做法来侦情。不过另外一方面，也佫有真侪移民继续冒险要去美国的边境。有人权团体就烦恼讲，到时墨西哥的管控可能愈来愈严格，对待因会愈来愈恶质。强忍痛痛，用右线把喙唇舔起来，滞留伫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霍华斯的拉美移民，25用舔喙唇的激烈方式，要求墨西哥政府发放许可证，让因暂时留伫当地。Nosotros pedimos que nos ayuden y si no nos pueden dar, aunque sea el bus que tanto pedimos para llegar a nuestro destino, pedimos el permiso, que es lo más importante. 抗议的移民是讲，一寡妇女甲囡仔已经行到真忝，无法度搁行到美墨边境，不过无墨西哥的许可证，因原来会互人赶出境。No queremos que más gente muera, no tenemos cómo seguir caminhando porque sabemos que ese país es peligroso, podemos ser secuestrados, podemos ser robados, extorquidos y no tenemos más cómo. La única manera que tenemos ahora es protestar. 所以上已经有一寡移民因为互墨西哥赶走，无顾性命危险，跳起咧当地赛的火车离开。¿Y por qué agarramos el tren? Por lo mismo, porque el presidente de México nos tiene cerradas todas las entradas hacia los otros países, como decir Tijuana, que Ciudad Juárez nos deportan. Y cuando no hay dinero, nos toca agarrar el tren. 美国要伫后个月11取消第42条新冠疫情卫生命令，也就是讲，袂阁以防疫理由，甲边境移民快速送转去墨西哥。到时阵，预测会有阁侪移民会想要入境美国。
不过这并无表示美国会开大门迎接移民。人权团体是烦恼美国可能会要求墨西哥对移民加强管控，亲像甲因拘留也是赶出境，所以恐吓虐待的代志恐惊原来增加。顶个月底，墨西哥一个移民拘留中心才发生火灾，发生代志时阵，警卫无及时开锁放人，才会致使几60人烧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南韩的总统尹锡悦翁仔某去美国访问，那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去参观美国太空总署戈达德太空中心，也佮和拜登翁仔某去参访华府的韩战纪念碑，佮伫当地伫咧白宫食饭。不过引起注意的是，尹锡悦这次去美国，毋是带先去拜会白宫的官员，是去拜访网络影音平台 Netflix 的执行长。正伫美国进行6天访问行程的南韩总统尹锡悦翁仔某25甲拜登翁仔某走访华府的韩战纪念碑，纪念两国1950年到1953年对抗北韩强军的迄段历史。迄天早前，尹锡悦也伫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陪同下参观位伫华府市郊的美国太空总署戈达德太空中心，宣扬两国伫太空探索甲安全议题的紧密连结。尹锡悦迄天伫美国全国商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今年是韩美革命70周年，两国关系必须要升到新的阶段，来联手克服各项复杂的危机，像是经济成长变慢，也佮有战略对手的科技竞争甲气候变迁这问题。 미국의 핵심 원천 기술과 한국의 첨단 제조 역량이 만나면 양국 모두에게 이익이 되는 큰 시너지를 낼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이번 미국 방문을 계기로 양국이 명실상부한 첨단 기술 동맹임을 재확인하고 기업인들께서도 새롭고 혁신적인 비즈니스 기회를 창출할 수 있기를 기대합니다. 尹锡悦甲其后金建熙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翁仔某了后，拜登伫北京款待第2队国事的访问贵宾。有了双方会伫26登场的高峰会，讨论安怎在愈来愈不安的亚太地区深化伙伴的关系。因应北韩加速研发营造着核弹头的飞弹，也有中国伫台湾的周围军事演习等等这议题。 President Biden will reinforce and enhance our extended deterrence commitments to South Korea with respect to the threat the DPRK poses. 伫暗时国宴第一夫人吉尔特别邀请纽约有名的韩裔总统爱德华里，甲北京的总统赛团队共同创造带有韩式方面的餐点。不过，尹锡悦离世到美国了后，头一个拜会却毋是北京的高层的官员，而是网络串流影音平台 Netflix 的执行长萨兰多斯。会后 ，Netflix 随即宣布，未来4年会伫南韩投资25亿美金，规模是 Netflix 对2016年开始投资南韩以来总金额1倍。 尹锡悦讲，这是从来捌看到的巨额投资，对韩国的内容产业创作者甲 Netflix 拢是一个重要机会。消息传回首年，美国带动也因产业相关类股大起。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罗西亚拍乌克兰，致使有真侪西方企业放弃罗西亚的市场。 有卖鸡肉钱的连锁店肯德基，嘛转卖予当地来营业。虽然店名和商标拢换新，不过业者是强调，因干那换包装，因卖物件拢总无改变。 同款的红白线条，同款的包装，同款的介绍，同款的自助点餐系统，只是名不过再叫做肯德基，品牌的图案也改做一只剪影的龟。美国素食连锁店肯德基正式全面退出莫斯科，不过伊的产品还佫伫咧，只是换一个新名叫做 Rostix。Сотрудники дружелюбны, но так же, как и до этого.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разницы между KFC и Ростиксом я не ощутил.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когда будете проходить, зайдете? Я захочу поесть, конечно. Команда старается, они год не работали, и я вижу, что каждый из них. 自从去年2月俄乌战争开始了，真侪西方的企业拢退出俄罗斯，其中也包括宣布全面退出俄国的肯德基。肯德基的美国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家伫俄罗斯境内特殊的经营权转让予俄国本地特殊的经营业者。 Smart Service 这件高级包括所有的肯德基门市营运系统，一个 Rostix 的品牌商标，不过交易的介绍并无公开。25伫莫斯科的特维尔大街，第一间门市正式开幕。Те блюда, которые мы готовим,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вторяют меню KFC, и это большой плюс,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рамках нашей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с Yum Brands
Мы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2 франшизы с одинаковыми рецептами. 新业者对百姓集团深受一天会过转来俄罗斯的可能性，并无完全排除。不过百姓是无做评论。一开始伫1993年出现的 Rostix 是苏联解体了，自脱离共产主义行向资本主义时阵，为肯德基一个俄罗斯扩张的广告业者。百姓产业集团伫去年宣布退出俄罗斯进程，有超过1000间门市。肯德基尾仔伫咧2005年甲 Rostix 合作，不过无偌久就甲伊规个拢买起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5月2日特别召开世界卫生大会 （WHA）， 咱台湾今年有缘也未受到邀请。不过，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伊会亲身带团去日内瓦，和理念相同的国家进行双边会谈、举办论坛等等，积极来参与国际公卫医疗。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日要伫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积极向世卫组织秘书处争取用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不过咱国已经连续7年无收到邀请函。对这样代志，卫福部长许瑞元2日拜三伫立法院表示，目前也未收到邀请函，不过也是会亲身带队去日内瓦。我们目前还没收到，好，那我正在努力当中，还是继续在努力。那我会亲自带团过去。许瑞元表示，这届去 WHA 人员包括卫福部国卫院等相关人员，亲像国卫院前院长梁经义、国卫院长司徒惠康、健保署长赵宗良，也甲人桥的国民竞赛的疾管署副署长罗义军等人。罗义军过去曾经也是跟团过去的哈，所以他有比较多的经验。因为今年的团长就是我了哈，那没有经验了，所以我需要有去过的人哈，那是比较有经验的。许瑞元讲，新冠肺炎疫情也是较热门的议题。罗义军较早嘛捌有 WHA 交流经验，所以邀请伊带团去。即届嘛甲理念同款的国家进行双边会谈，举办相关活动甲论坛，积极拓展国际公卫医疗。若是会甲倒一寡国家进行双边会谈，目前也搁伫咧接洽联络。记者综合报道。咱友邦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即马是访问台湾，今仔日有去参观电动公车的大厂，嘛强调会继续加强和咱的经贸合作。另外，同款伫咧台湾的法国参议院访问团，今仔日是去宜兰参访，伊嘛讲会鼓励因法国的民众来台湾旅游。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访问台湾，行程是满。伊特别去台中参访电动公车的大厂华德动能公司。瓜地马拉和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暗算甲台湾买1000台的电动巴士。华德动能嘛请伫台湾的中南美洲留学生来公司做工课，要发展拉美市场。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sólidas y duraderas e intercambios académicos y comerciales surjan nuevas y brillantes oportunidades de inversión en industria que beneficien a ambos países. 相信接下来我们两国持续加强合作，能为台湾的电动车产业打开更广大的国际市场。贾迈代是家庭台湾，下晡嘛向总统蔡英文介绍伊推动的白色标签咖啡，嘛是网站咖啡经济的脱产白色标章，希望推广瓜地马拉的咖啡。Yo le dije, ayúdenme a abrir los Guatemala coffee shops en todo el mundo, iniciando aquí en Taiwán. Attention croissante et une sympathie croissante du public français, de nos électeurs, des citoyens français pour l'action de Taïwan et pour sa situation. 同款伫台湾访问的法国参议院的副议长理查，和行政院长陈建仁会面，呼吁台法要加强合作。早起伊嘛受到立法院长游锡堃的邀请，去宜兰做参访，多学到台湾的多元文化和传统元素。讲伊回去都会推荐予欧洲和法国的游客，鼓励大家来台湾耍。记者综合报道。2024的总统大选布局受到关注，国民党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互人问到甘愿意承担愈大责任，侯友宜是回应讲，只要国家有需要，伊就勇敢去冲。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真积极来争取国民党的定调。啊，那民进党的赖清德即马是发声讲，要加强和拉丁美洲的国会交流。民众党的郭文哲是搁再针对台海的议题，强调袂惊战，嘛袂求战。面对
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勇往直前，毫无悬念。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市议会进行施政的报告，国民党议员大家拢讲支持参选总统。当被问到安怎来回应人民的期待，加能力甲经验扩及到全国，侯友宜讲勇敢向前，毫无悬念。你也真正讲哦，过去刚刚讲今仔要去选总统的时阵哦，我唔知这施政会继续施政落去袂。所以说，其实我有机会啦吼，搁做较大的代志吼，互行政效率更较好的啦。一寡吼，未解决的，搁会当解决。当然希望。像无这治安吼，黑枪的问题，我来甲解决嘛。相关新为联盟连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积极来争取国民党的定调。面册发文以美国前总统川普为例，表示家己未做传统的政治领袖，要对经济、科技的层面所看到无同事实来探究台湾的未来。连副总统赖清德是接见福尔摩沙俱乐部国会议员访问团，继续深化台湾加拉丁美洲地区国会交流。台湾在印太地区虽然直接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但台湾人民非常团结，也非常勇敢，也非常希望我们福尔摩沙俱乐部，我们各位会员、各个国家也能够继续支持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访问美国行程就要结束啊！当地时间2号暗时，甲休斯顿台北青委会进行晚餐会，对台湾主权、两岸政策问题来提问。郭文铁讲到民众党无违建、无纠正的立场。台湾不管谁执政，跟美国关系都不会改变，唯一会不同的是怎么应对中国的问题。他民众党态度是这样的要备战才能够不畏战。离新北市议会国民党以人数优势表决通过，甲原定6月7号开始的市政总质询的议程提前到4月27。也外界解读是要替新北市长侯友宜做讲利空利数的单位，推销党中央上紧可能伫5月17日迄天的中常会会正式提名总统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监局逼出有进前有一个管理员和受刑人咧交往，在这期间，伊定定替受刑人将物件载入去监局内底。虽然这个管理员即马已经离职啦，花莲地检署也是对这个前管理员提起公诉。花莲地方法院判依照道理罪，改判1年6个月。花莲监局传出，2020年9月到2021年2月之间，有一位姓陈的女性约雇管理员，伫咧介护考试时阵，有一个姓简的受刑人解答，对人斗相共载一寡物件入去监局，两个人也伫便所内发生亲密的行为。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应该的，女性的管理员不应该进到男监，那进入男监的话，应该要有人陪同进出，所以说管理上有很大的那个瑕疵。代志表出了，女管理员虽然已经离职，不过法院电视审理了，也是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对非主管事务道理罪判伊1年6个月，剥夺公权2年，缓刑4年，向公库支付25万。矫正机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关，所以管理员跟受刑人之间不能有任何的，比如说招待啦、饮宴啦等任何情形。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只能加强职员的管理员的法治教育。有权团体认为，爱情本身无错，有问题是时间、地点甲身份。但是，如果迄人准是管理员，就可能是被利用。希望监局加强管理，对长期接触受刑人的管理员做相关教育。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很重要，就是情感教育，就是说，到底这个女孩子能不能够分辨，就是说，这个人这么努力的追求她，她到底有没有因为她的职务而追求她？因为花莲监局已经不是第一遍传出内部管理的问题。监局方面表示，介护科、教化科将袂搁再编列服务员，管理员出入介护科也需要加强安检，并且强化内部的法治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大甲妈祖绕境进香，今仔日已经是第6天啊。为家己新港回銮，伫昨暗7点外，有一只互香灯卡休困的货车，伫咧森林好尾去弄到路边的车辆，结果这个驾驶酒测竟然达到0.91，互人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来上班。25号暗时7点外，这台提供予信众休困的大货车，敢若因为司机路草无熟，先开过头，佮挖转来等红灯，青灯准备要挖正边的时阵，煞直接去弄到停伫路边的车辆。虽然讲无任何人受伤，但是这个司机经过警方的调查，煞是假酒塞车。因为他就是人家义工啊，大甲妈义工嘛，他就是可能就是不熟这边的路，所以转过来啊。
施酒测，酒测值高达0.91毫克，诚信驾驶，涉嫌酒后驾车公共危险罪，本分局依法调查，移送云林地方检察署侦查。大家镇南宫妈祖绕境9天8暝，25伫嘉义新港奉天宫进行接受大典了后，暗时11点举办回銮的典礼。沿途有真侪信众甲志工队咧回来，另外嘛有250位有医疗背景的人组一个医疗志工团，排班沿途巡逻。我们刚刚有遇到一位是突然过敏性休克，那我们就是当下处理，就是有医师判断就直接送。26大甲妈绕境进入第6天，疫情解封了后，即摆人定搁再出现，信众甲志工总共超过10万人。26早起，绕境的队伍已经对云林的虎尾行到西螺，预计26的暗时会伫西螺复兴宫过暝。记者综合报道。伫网络最近有流传一段影片，是伫台南市一间国立的高职，有查甫学生伫教室内底摕拍火器咧喷同学，喷甲规间教室内底拢烟蓬蓬，伊的同学抑搁伫边仔咧看热闹，嘻嘻哈哈，实在真离经真热。学校表示，因会来针对即寡学生处分，抑搁有辅导。消防队嘛强调，这拍火器是为着紧急状况来设置的，千万唔通摕来耍。若是使着伤济拍火器的打粉，恐惊可能会造成中毒。一个男同学摕打粉灭火器，一直咧喷另外一位同学。互喷的同学表情痛苦，佮伊伫咧闪边，也有其他的同学咧笑。画面出来了后，嘛互网友查出讲，这是台南的一间国立的高职，学校嘛出来证实讲有这件代志，另外嘛已经进行调查了。有通知导师和家长，那了解这是学生，因为他们是一些庆生的行为，针对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昨天就完成了校安的通报，然后我们会加强学生的辅导。今天早上呢，利用升旗的时间呢，已经强化了法治的教育。学校表示，经过调查发现，讲这是学生伫咧庆祝生日的时所发生的代志，唔是霸凌的事件，而且嘛已经甲因解释了。另外，消防局表示，一般的公共场所拢有放打粉灭火器，不过灭火器内底拢是化学成分，若是摕来甲人喷，恐惊会过敏会烧，另外上严重佫会戆，甚至也佫会中毒。它的冈苯灭火器主要是碳酸氢钾跟磷酸二氢胺的一个成分哈。那这些大概都是腐蚀性的一个粉尘哈。那如果万一不幸被吸入了哈，可能会有一些窒息或者是呼吸道黏膜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这是消防安全设备，我们不建议当作玩物来玩哈。学校强调，这件代志不是霸凌的事件，目前嘛已经完成校安通报，另外损害的财物嘛会依照规定处理，而且学校嘛会加强辅导学生，避免这款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基隆节温今仔日伫7度举办头一场公听会，不过铁道局传的会议资料，干那一张纸尔尔，受到民代咧批评无够尊重家人人。不过铁道局有解释讲，是因为真侪细节也未定案，才安尼做。另外，针对要去节温，家人市府爱负担的金额是大大增加3倍，市府希望会当延长付钱的年限。不过，说互铁道局讲，未当延期。这一场的公听会真的让我感觉匪夷所思。你今天就这么一张。大声骂铁道局头一场家人结婚公听会，竟然敢提供一张纸来说明综合规划案，对于票价规划、土地征收拢无讲。在地关心家人结婚地方负担的款项为17.7亿加3倍，超出市政府的负担。搁较莫讲后续经营为何拢爱钱，安怎永续经营？去年6月6号的时候，李主秘你有来，也是来办公听会。其实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基隆捷运基隆要付钱，对不对？为什么那时候不跟我们讲？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开始动工的话，那未来这个经费还有可能会再增加吗？仔细的去估算说最新需要花出的这些成本，最新的这个数字来到了61.65亿。基隆市长谢国良讲，最新试算，基隆市政府的负担款项已经突破61亿，希望中央重新考虑经费的分配。但是在地一直批评，铁道局回应综合规划案，因为还有一寡细节爱讨论，所以才会先提供确定的资料。但是还款的年限恐惊无法度延期。市政府有提出说还款周期，
那事实上这个部分的话，它有一个技术上的处理困难，就像我们盖所有的工程一样。那我不太可能跟厂商讲，拍谁这个基隆市它负担的这个要延到20年以后才付给你哦。根据铁道局所提供的综合规划资料，基隆捷运头一阶段13站为8道平面发车，基隆设站5站，其他车站设伫新北甲台北市。南港站会当转坐代替高铁，南港展览馆站会当转坐台北捷运，石科站会下过代替铁路，一定甲代替强站转坐。铁道局表示，因为路线包含3市，后礼拜要甲双北首长开会，继续讨论细节。记者综合报道。再过1亿5000万的旅客已经走超过40档的3款茶联自强号，今仔日特别引退，吸引真侪民众去翕最后的车帮做纪念。代替今仔日嘛针对386班列车来做调整，未来阁要开放 EMU3000型的自强号，会当自由坐来代替茶联自强号的载运量。业手连接茶联自强号列车退役，火车迷客满月台，要翕列车最后一个进站的画面。DR2800型茶联自强号最后上班日有幸运的乘客抢到票，坐列车由华东来一座毕业旅行。因为所内唔那 DR2800型，也有2900型甲3000型这3款服役超过30-40年的柴油自强号，较早捌载过1.5亿旅客，即马拢要退休。未少火车迷唔甘3款茶联自强号今日历史，要家己画纸帮，要穿毕业服来纪念这个特别的时阵。泪洒是不至于，可是心里都会很难过啊，因为毕竟已经行驶了40年车子，然后从小就打到大的。它车上就是有一种很浓厚的一个柴油引擎的那种味道，还有那种柴油运转声，让我耳朵还蛮悦耳的啦。很难过啊，因为它柴联，其实我之前去东部都会搭到它，然后到现在他已经退役了。退役的茶联自强号列车，除了有 stainless 的车厢，车内也有特别的半圆形门设计。伫行时阵也有柴油味，这是为少火车迷最爱。另外，代替嘛进行年度时间调整，有386列次变动。头一届试办自由座，未来交予 EMU3000型，逐工提供6列次，集中伫4至90车厢，一定自强号运量提升8.7%。改点行驶的各班列车都很顺利哈。那我们也希望哈，透过这个改点哈，能够进一步来提高我们台铁服务的一个效能。想要坐 EMU3000型自强号，旅客爱伫车站还是网络买票？票价是自强号对位介绍拍9.5折，若做试办进行良好，也可能扩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双语国家的政策争议不断，伫早起立法院审议双语国家发展中心的设置条例草案，为草案的名到详细内容，朝野的立委拢无达成共识。落尾是讲爱条文全部保留，交予党团协商。咱讲这双语是包括国家语言和国际语言，不过草案内底煞无针对母语来规划。学者就指出，若是想要加强国家的竞争力，除了爱学国际语言以外，上重要的是爱认捌本土的语言，才有法度向国际来传播有在地特色的文化，加强国家的竞争力。26国发会主委景明鑫审议双语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双语所讲的是国家语言甲国际语言，但是草案无对母语有详细规划，和部分立委口说是英语发展中心，落尾无达成共识，敢若通过第1章的章名，条文全部拢保留。多少比重是放在母语？母语的部分，因为有另外的经费。好，那你这东西干嘛叫双语？你就叫英语推广就好了。如果只是要推动英语而已，其实就回到原本我们英语普及、英语能力提升的整体的政策。你要含国家语言，还是不含国家语言？或者你只剩下国际语言发展中心？黄美华拢参囡仔讲台语，伊讲对母语家庭来讲，无反对英语教学，不过爱参其他课程整体思考。咱是不是华语的时间爱甲伊减少？啊，无英语的时间要去倒位来？就是比如讲，即马台北市伊咧说双语教育，伊拢甲一寡较适合来做浸水式的学科，比如讲生活还是音乐，伊就提起用英语去教。双语政策希望增加国家的竞争力，但是母语团体指出，国际化的内涵是在地化，敢若学国际语言，却对家己的本土语言无认捌，是无法度达成目标。会当善用多种的国际语言来去教
在地台湾的物件讲互外国人了解，爱学咱即个社区的在地语言先学会晓，了后再搁学咱社区边仔的语言，再搁学其他搁较快搁较无共的即个其他语言，包含国际语言。双语国家政策争议不断，也有团体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建议停止政策。短短3天，预计就达成目标。不计团体指出，台湾本正是多语社会，即马社会较看重强势语言，应该重新思考安怎伫重视本土语言的基础之下，加强国际语言。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伫咧清朝时代，互人攻破这个重新修复的古迹凤山关新城，原底东南西北顶顶的城门顶悬有总共6块石板。过去说因为保存无好势，有3块拍无起。不过其实有2块是长期拢保存伫咧高雄有一户人家厝因兜。因伫昨日通知高雄市府去看，才知影这块石板的历史价值，嘛决定要将石板捐予苏博馆。就讲18年的时间，还会当看到，原本就是已经无去的凤山关新城南北门顶的婴仔，这几年来是一直拢待伫咧台湾银行凤山分行的下骹。60几当前去分行的时阵，互挖出来，伊当阵伫遮做主的景的姓林的老先生，看着要互摕去做水沟挂，就300块买落来。啊，我是为了讲这款的物件是哦，这不是普通的石头啊，你要个车伊做水沟啊放，安尼嘛唔对啦。林家佑讲，这个石板可能是文物，但是唔知影伊对倒来含伊的价值，都一直拢藏咧。最近因为厝内要整修，才通知高雄市政府来看。日市文化局初步判断，可能是离即马185当前，清领时期起的凤山关新城南北门的婴仔，林家决定捐予历史博物馆，将会同学者专家持续针对门耳的现况跟历史脉络进行调查研究。完成后办理相关的典藏审议程序，等到完成相关作业后，研议适当的展示方式。因为凤山关新城遗址保存的状况是无旧啥较好，原本有6块门顶悬的婴仔，即马敢若剩东便门，搁伫咧门顶悬。东门是保存伫咧做公庙，顶悬同款会当看到道公这个字。即马加上林家馆的南北门的部分，甲本地都伫书博馆的郡南第一馆，总算找5地转来，嘛互文史研究更加丰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芭比翁仔最近是推出新的造型，是按照当时前的囡仔去设计外形的，希望会当透过这寡翁仔来促进社会多元甲包容，也佫有打破刻板的印象甲审美观念。I love it。英国马多高斯坦看到和家己真相共的当时前芭比奥丁友是真惊喜。I'm here with the first ever Barbie with Down syndrome. That looks like me. And it's beautiful and I love it to pieces. 业者是有咨询美国当时政协会专业的建议，尽量让奥丁友看起来是更较像当时囡仔。这个芭比是穿粉红色骹步的矫正器，另外伊的面较宽，耳仔较细，鼻仔较扁。长长的目睭敢若杏仁，手阁有长掌，拢是真明显的特征。颔管挂的粉红色的破链，三个倒边的 V 是代表细胞内面有3条第21号的染色体，比普通人是加1条，嘛是造成这种遗传疾病的主因。穿的洋装顶悬有叶仔含拿黄色的花，是当时前公益活动的色。法国的作家拉鲁讲，看到当时前芭比，就敢若看到家己伫这个社会找到位同款。Elle est mignonne comme tout. J'aime bien ses yeux obliques, sa petite taille. Et elle est coquette comme moi. 芭比奥丁友是真侪人囡仔时的记忆，早期因拢是金头毛、白皮肤、腰细胸坎大这种形象，受固定，而且和实际上的人差伤远，引起批评。最近业者嘛求转型，2016年是推出7种皮肤色、4种体型、几十种的头毛型和目睭的色，阁有各种职业的芭比。了后阁推出穿插是真流行、阁真特别的芭比，亲像有身心障碍的芭比，阁有穿假脚、坐轮椅的。希望推广多元社会，增加包容。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8度到28度，
中部地区18度到29度。南部地区20度到31度，东部地区18度到27度，亦有外岛地区17度到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